我有啲朋友生咗啦，咁就介紹我用呢個 UV 消毒機嘅，係啦，咁因為佢啲掣簡單，主要我都係俾老人家係啊，即係幫手啦，同埋陪住幫手，咁太複雜嘅掣太多嘅掣佢就唔識用咯，驚佢。因為我嗰對孖胎嚟嘅，無論點都幾大量嘅奶樽，我有周嗰時泵奶嘅，咁仲要泵機嗰啲用具啊，加埋啲奶樽咧，所以有一個比較大用量嘅 UV 機係基本上必須，如果唔係真係一日洗好多次。因為咧諗住乾淨啲啦，咁啊同埋冇細菌啦，跟住都係方便啲嘅，因為唔係下下好似傳統式咁樣咧，要去用熱水咁樣去洗，咁佢都幫你消毒完咧都可以風乾埋，都係好方便咯。最方便就係一個掣就可以搞掂晒所有嘢啦，就唔使慢慢去揀。特別佢個 turbo 嗰個模式，雖然時間長少少啦，但係因為一開出嚟就算濕到都幾逼下，我真係濕到好逼嘅，都係乾嘅，可以即係有個 LED 顯示啦，跟住就會清楚去到幾多分鐘，咁我知道幾時攞出嚟，同埋有個窗可以即係睇到入邊點樣咯。因為控乾嘅功能咧，咁我就咁洗完之後擺入去控乾，跟住再加 UV 咧，其實全部都可以一站式咁樣做晒咧，就好方便嘅。我會俾10分，因為我自己就真係試過佢乾得都真係好快嘅，9分嘅9分嘅。會㗎，係啊，就算 BB 大個咗，我就算擺啲杯其實都 OK 咯。有推薦俾我朋友，都係揾緊啲比較大嘅消毒機，咁我哋都有用過，覺得算係腰體比較大。會啊，我都有推薦俾我依家大人鋪俾嗰啲朋友。我推薦佢就係話，即係佢洗完之後直接擺入去，咁一撳個掣就可以搞掂啦。咁其實最快咧就40分鐘啦，我肚係40分鐘嘅，咁就已經可以搞掂。